靠业养来自内团许多哦，苗栗路有一张硬件业养群。顶部有10个位业养师，伊能对20-30岁起时，如把论翕相机，详细去记录农村地部的生活，乃如去翕采地乡土屯人文。20年来，一群业养师还是坚持用无拍相片为客家庄农村留下感动人的人事物。今年是硬件业养群成立20周年，所以我徐伟文都带我们去看一群资深业养师用来透过镜头记录台湾。我们用的是老古董啊。两台就亮到绰绰有余的，就非常好。你那个乘以1.5的话，就有17左右了。这个很少人在。苗栗县公馆开始提路泡菜叶，江中人对咸菜池地度拿出咸菜，也就是泡菜叶半成品，无限论用清水提洗，乃就撇到淡淡的咸菜香。按有客家庄农村美食的景象，想要改多位业养师来翕相。业养师拿起翕相机，对准目标，轻快门，留下江中人做事的画面。当然也无听表去指图现场的马道，向一本翕出来的相片还个有意思。你这样片刚好，那标好嚟做哈。好，标一片，做好嚟，片好。伊哋喺苗栗县硬件业养群的成员。今日大家约好来公馆的天橋翕相，相互學習。其中年紀最大的業養師已經86歲，還係把女翕相機來翕農村當中本人感動的畫面。對業養的熱情，伊是也唔會輸本後生條的。你看門口是。認真翕相的態度，本工作的江中人也親受到感動，就純屬可能處理也好的鹹菜，那本記得是分享自家錄下的好美食。像法了，对，就像法了，能够给作为按讲，哦，对，用400针感这样。要针感的，要针感的，我是觉得针感这个比较好。资深的成员也不是我指头新的成员，相互讨论求进步。我就希望以後還要看相片啊，看相片檢討啊，那種嘅構圖唔好，翕太多，翕太少安尼，怎樣裁切的，我講。苗栗縣硬件業養群成立到也下20年呢，一直堅持鄉土人文的理念，推廣湖畔業養藝術。10個位業養師，記下10年來把論翕相機來錄起，為亞地地圖留下為青島珍貴的影像。因為我哋有個共同的理念嘛，吼，是講湖畔嘅過出鄉土人文，一直安尼。出來哦，翕相算的一甲子，就開始苗栗也會過來硬件哦，一直下來哦，翕嘅東西哦，都也下來看出有一啲嚟講，自家過去翕嘅東西哦，還係有一啲嘅，朋友講，我自家講嘅價值啦，哦，也就。因為鄉土的東西哦，大多數看唔到嘅。我哋20年來吼，從來冇變過我哋嘅理念，也是最初的我哋自豪用嘅吼。就講一開始按用嘅理念是一直到20年來不變按用嘅。至於入樣嘅內容或者講嘅成果吼，好冇嘅另外一個論斷吼。就是說，堅持一個係把個人文鄉土，有啲我哋冇樣過，沒有叛變過，所以有啲非常自豪。無論係減輕的農村景象，老江中人辛苦為生活打拼，也係老牛嘅路線睇天橋航行，嗰度是50年前客家族群生活的樣嘅。透過硬件業養群的鏡頭，用俯拍相片留下個真實的歷史見證。
因为翕相啊，要抓住那个一刹那，往往就是说，有东西变那要造成讲人讲啊，翕相写真嘛，用迄东西想办法去讲，当时的情形拍出来，迄当真实的东西，留下来，主要流传下来。我报纸哦，我报纸哦，长久哦，就要靠5%。你靠彩色我发那2下班哦，少做起了。我从来去30-40年前，也看那个展览场的，那是40-50年前、30-40年的东西呢。硬頸日洋拳地杯，每今年留特別綜藝、特別威脅的題材，韓國無天氣推出機戰，像係叉旗卷、牽牛的入侵有名，而透過鏡頭翕下牛的各種樣相，重拾記錄嘅農村的歷史，也下談論時代嘅演變，頭擺喺種下，乃如看得到牛的，也下台灣時鋪差唔多如話翕到牛的嘢。當然我也對啊，一個主要的一個翕的個題材係鄉土人物，其中我最喜歡翕的係牛的，做乜嘅？因為我有開耕田，從細就同牛的從下長大。第二就講隔面嗰個圖書啦，轉下來先有國草本牛舌，嗰隻牛的啊，不較小一隻台灣牛。雖然家隔面嗰個，但是照顧的就變咗一個職業苗嘅有的原係前後協路通者，苗栗農村內出戲，用心集訓社會大眾的真實生活，以220周年展覽，就用西式文化做主題，無論係西鹹菜、西跳竿，也係西番薯簽，就呈現出客家農村路通生活的樣嘅。作為路通者，做些人。路通的人走起來較神通啊，比按斯文的嗰條乜嘅文學家或者係嚟講，路通的人吼，佢一條看到講較爽笑，佢因為佢路通啊，佢加個身體嘅各種嘅姿態啊，就吼對攝影嘅本人感覺到吼較容易感通。因為佢同普通人冇重要啊，因為佢用力嘛，喺度看到一般都冇用力嘅人，所以路通者走起來吼，比較較容易所以感通。想要翕出本人感通嘅相片，除了技術同用心，還個愛耐心嘅等。翕相啊，唔係講唔想我翕最要啊，嗰個我前我等，真係去翕開順嘅作物呢。越寒就有人做事啊，天時越暗越冷，喺冇冷冇寒，又冇人做事，嗰個硬定啦，就一隻功夫啦，冇乜嘅訣竅啦。翕動物尼實際上嚟講，我認為最重要就要有耐心。講牛嘅個人嚟做，牛嘅親自放，你翕牛嘅因為佢牛嘅。產牛馬本牛子生卵做技術開始就牛子做生卵，你說較早嘅時都硬頸日洋拳喺湖泊嘅世界潛到日洋嘅樂趣，難得的係陸下人也很強下參與。日洋時頭擺外出翕相，如為帶領陸下人，豐富嘅家庭生活，也留低一種種湖泊嘅相片地位。大擺出去叫做全家出去。按話些夫唱婦隨啊，太太就做老友嘛，啲狗，分先生翕，這樣真係一重要呢，可以增加家庭嘅和諧啊。太太出去，經常出去，太太炒米粉、煮麵吃飯些呢，我欣賞嚟4萬塊。雅典精神實在唔係一般嘅西洋團體可以做得到嘅咧。也喺個暗房嘅店呢，哈哈未哦。也種個暗房嘅設備啦，會放太極，普通就往翕相轉嚟去。當然就重片的重片的這樣
片的要见到也是英语人的个冲片杆的。眼镜日阳拳的成员查其军行业安防，手机摄像片的过程。从一支片的太体差不多50分钟了，从剪片的啊，都要水多落去哈，差不多就会按照的时间。为到要有几张好相片，眼镜日阳拳对翕相到摄相片，差不多落去7家来。7家入到安防来时，能做到掌控影像的品质，也是一定坚持无拍相片的原因之一。眼镜本身做嘛，我一直强调无拍。无拍嘅前提是因为讲，我哋当初家下吼，因为相片所有东西啊，从开始翕，甚至到相片出来，全部一马在7家，从摄到放大。有拍的哦，就7家一手操控的，我对摄带片、入暗房放相片，全部我7家做啊。那个翕幻灯片，全部搞本相关做，我就拼命在快门里呢。还有就构图是我的而已，这么很神奇啊！我现在就是已经分类出来哈，像这个我贴这个，贴这个就是显出来的，其他的就不用了。眼镜日阳拳地位，青岛自称的成员的日阳生涯都超过14年以上，一定用镜头翕下青岛的相片。也下按用的同按度的原版相片有内同的整理，是一定会重要的功课。整理这个底片哈，真的是很花时间。本来我退休后，我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整理底片，一直到现在也整理了，但是还不是说分得很清楚，像没有贴条子的，那还是杂在那里面，还是要再把它分出来再。放入这个那个有类似主题的里面，以后就很好找。哦，很大呢，这个衣服。喺日阳界讲到湖畔日阳，无人会听表去讲到眼镜日阳拳。20年来，一定当年天气期盼主题性的展览，用湖拍为地图留下本人感动的印象。就算係面對彩色相片、數位化潮流，一旦還係堅持愛翕俯拍相片，就係希望本人看到最真實、最鬧嘅東西。係拍好冇顏色，所以冇顏色嘅東西哦，看起來真我本人咧，通到嘢閃現啊！因為有顏色哦，較容易講樣哦，較容易出反應。彩色片覺得很講得講哦，很講啊，最痛嘅。但係係拍個唔做唔到個用色片啊，一唔俾個片啊，用色掩飾啦嗬，係拍做唔到，係拍個冇拍個用色片，一定要用內容，反正唔刺激嘅講咁樣嘅技巧嗬。雖然對老眼鏡人來講，日下外出去翕相已經有失敗實力咧。不過一旦對日陽嘅熱情冇消失過，對俯拍原版嘅堅持也冇改變過。有時候講較誇大、較膨風些嚟講，所以講也對日陽嗬，實際同人嘅生命一樣有價值，因為有嘅日陽可以將帶動我哋嘅今天嘅法律同生命啊樣嘅。所以係拍日陽，雖然也下已經有青島進步嘅方式啦，嗬，嗰個安防操作也越來越困難，但係希望嗬冇放棄，唔可以放棄啦。對總條農村發現神法題材，
硬件摄影群用摄像机记录时代的变迁，拍摄生活的艰苦。伊等用俯拍相片，讲论一段又一段，陌生、唔故实，请感动人心的台湾故事。